再來看這台南嘉里金燈殿燒人鄉呢，才拄原本結束爾，即馬煞傳出來支援的陸軍203旅的這個旅長，哪像就是因為收廟方的錢去互人家調入去。這陸軍司令部有出面來駁回，講這旅長調進的是臨時教啊，甲廟會活動完全無關係。捌創下金氏世界紀錄，台南嘉里金燈殿夜間燈場面真壯觀，夜間燈全長201公尺，大概160個人分3班輪流掃。歷經安尼活動嘛，通看到國軍的身影。這回煞傳出陸軍203旅長因為收廟方行路工，互人換職位，地方議論紛紛，毛病重體，軍方講話。無人啦，啊，伊家己鬥下手，大家搞完前頭也鬥下手，去動起人，你知道？賣有黑箱作業，安尼就 OK。你來鬥三家，你感覺嘛？OK，嘿，對對。面對爭議，陸軍司令部緊急出面駁回，旅長的職位變動是正常的人事調動，唔是外口人講的處罰。軍方強調，參加宗教聖事是為着要加強軍方參兵將大家感情較好咧，因是堅持無收費的。那廟方進前互因的勞軍錢，因為聽說無符合規定，軍方已經專業退回。因講未來更加謹慎遵守行政的聽書，袂因為這件代志雙方交流斷去。任期到了，所以他會調職務，他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把關，他是正常的職務調動，依據我們的各項的任務訓練，我們來做一個綜合的評估，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把這個跟民間互動的門給關起來。發生這件代志，廟方嘛真歹勢，廟方講當初是透過民政局正式行文，軍方才派人來鬥卡手，絕對不是像人外口講的這歹聽。因為他們真的很幫忙，義不容辭，幫忙到底。當然有時候因為有些網友他們都不夠了解不知道整個情形的內容，造成軍方的困擾，我們真的很抱歉金堂殿也透過市府民政局向陸軍203旅來協請人力的資源，那希望在以不影響國軍任務為前提的情形之下，基於敦親睦鄰，一同來支援蜈蚣鎮。除了少子化的衝擊，未來無論是學校也是軍方，兵員甲人工都會減少。廟方坦白講，要維持這麼大的活動運作是哪來哪難，因為建議未來轉型甲民間社團合作，或者和保護文化資產繼續傳承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